Hello，大家好，我係曾小妹，今日翻到嚟香港啦，咁有兩件事要做嘅，第一咧就係睇醫生啦，咁第二咧就係過嚟買 iPad，因為喺內地買 iPad 好鬼貴，然後咧翻到嚟香港咧佢係免稅嘅，即係佢係真係 total 咧差唔多平咗1000蚊左右咯，然後用港幣咧又平好多喎，即係足足咧平咗千幾，差唔多2000蚊嘅，所以就翻嚟買啦。咁我而家人咧就係呢個又一城啊，又係又一城，我發現咧翻咗大陸住之後咧就好中意嚟又一城。哦，好靚啊！呢個到咗 Apple Store 啦，最近深圳嘅 Apple Store 就係又一城啦，九龍塘啦，13寸、11寸，突然間覺得11寸好似有啲細，但係13寸又同我部 MacBook 差唔多，13寸做乜貴咧？咁鬼大部，要呢部啦，我都冇乜差別，即刻買完之後去揾我老公。買完啦，就係咁簡單，5分鐘搞掂，走人，拆埋啦已經，因為要過關啊，費事佢拆，咁啊登入埋我個 Apple ID 啦，搞掂，以後咧就可以拍完片咧，即刻喺部車度剪片啦，係咪好勁咧？係咪好高效率咧？呢個都係藉口，我想瞓喺張床度睇電視啫。哇，香港啊，係香港，哇，香港嘅商場，可能大家都冇留意啦，其實我由今年開始，全部片都升級晒呢個 4K 嘅，咁由於咧拍嘅係 4K 啦，咁剪片嘅機器咧 run 4K 咧係好鬼差嘅。咁我以前嗰部咧已經係2015年嗰陣時幫某個 KOL 剪片嘅時候買嘅機啦，咁已經係唔夠用噶啦。咁然後咧我又買多咗個 MacBook 啦，但係 MacBook 咧佢個 mon 實在太細啦，帶出街方便嘅，但係剪片其實都卡卡地。咁然後咧我聽我老公講啦，佢話：依家有個叫做 Mac Mini 嘅嘢喎，咪自己買個屏幕，然後有部新啲嘅芯片嘅主機喎，咁樣好買咗 Mac Mini， 好抵喎，3000蚊人仔喎。買咗之後冇諗過 Mac Mini 佢個 M4 芯片仲差過我個 MacBook Pro 嘅M2 Pro 嘅芯片，所以芯片咧如果唔買 Pro 咧係剪唔到片，仲卡過手提電腦，咁啊食得屎。然後咧我今日咧又買多咗部7900嘅 iPad， 就係又係為咗嚟剪呢一個 4K 片，唔知會唔會又俾我吐槽一番咧？反正每一次剪片嘅時候咧，我就好猛陣，因為咧 4K 片真係好難剪，所以大家咧如果屋企咧係用電視機睇，或者係你個 mon 係有 4K 咧，記得睇我片嘅時候開翻個 4K， 唔好嘥咗我啲心機啊！真係每一部分咧分 4K 係非常之難嘅，拍又難啦，個檔案又大啦，我而家入地閘講。咁依家咧就出發去荔枝角啦，超攰，成身汗。喺佢隔離嘅買咗隻新錶，又係 Apple 嘅。呢隻錶而家超平啊，19蚊人仔啫。我喺拼多多買，全新11 S11，講緊19蚊就好似，計翻港幣2000幾啦已經。同埋咧，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就係咧，我車牌咧雖然喺香港考啦，但係我香港咧係從來未揸過車㗎。我第一次揸車都係識我老公嗰陣時咧揸油車啦。咁其實一直都係大陸揸左軚嘅，係啦。咁依家咧政府佢咪話要整呢一個粵車南下啊嘛。遲啲咧可能我架車咧唔知可唔可以咧揸埋嚟香港。我而家發現咧，我而家去睇中醫呢一個商場咧，佢停車費咧先講緊1個鐘24蚊港幣，計翻人仔10幾蚊，其實同深圳差唔多。深圳都係頭一個鐘就係15到20蚊噶啦，然後第二個鐘就5蚊雞咁樣咯。咁但係香港地你話本身租金已經咁貴啦，正常嚟講咧就應該停車位好貴，養車好貴。但我而家諗下，其實都差唔多，因為而家嘅深圳消費水平已經同香港睇齊啦，我覺得，尤其是係南山區嗰啲有錢人區咧，仲貴啲添啊。其實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即係唔講任何嘅政治元素啦，作為一個兩地跑嘅香港人嚟講，我覺得如果兩邊係可以通到車，一架車可以兩邊用，即係譬如港車可以北上，然後深圳嘅車可以南下咁樣，我覺得真係好方便啊，勁方便，就好似咧依家嘅澳門啦同埋橫琴咁樣。其實我家姐喺澳門做嘢噶嘛，咁佢架車咧車牌咧就澳門牌嚟嘅，佢係唔需要換牌啦，直接可以踩入呢一個橫琴嘅地方啦。但係珠海咧好似係唔得嘅，即係政策日日都變噶嘛。你諗下澳門咁細嘅地方，佢都可以做到同橫琴黐埋咗一齊咁樣發展，其實係對兩個城市都係好處嚟噶嘛。咁當然你話交通規則，即係內地可能左軚右軚咁樣，又咩打交啊，又剩啊，即係又咩冇交通規矩啊，其實唔會。你見到好多香港人都係揸車北上啦。咁你覺得香港嘅規矩同內地嘅規矩
最大唔同嘅就係可能紅燈佢係可以右轉嘅喺內地，咁但係香港係唔得噶嘛。但係我自己其實都唔方便講咁多，因為我自己喺香港未揸過車，所以我真係唔知點講。睇咁耐咧，其實香港嘅司機仲惡過大陸嘅司機咯。大陸嘅司機咧，佢對咗係逼你兩下，但係香港嘅司機係會拉落個窗咧嗰啲咯。所以我覺得香港揸車嘅環境咧，可能仲惡啲添啊。內地咧可能就打尖啊，中意打尖。我覺得佢哋中意嗰種咧，好似唔執輸咁樣咧，一定要即係冇嗰個秩序，即係譬如塞緊車啦，大家都係會穿嚟穿去、插嚟插去，就咁為咗快啲。咁但係其實大家如果係向住同一個目標進行嘅話，條路係唔會塞咁耐噶嘛。但係咧就係好個人主義咧，即係個個都想插嚟插去，睇下會唔會快啲啦。我唔知香港會唔會啦，大家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啊。喺香港揸車嘅各位，有啲蕩失路喺邊 ？Oh my god！乜依家睇醫生咁高級嘅咩？嚟到呢度睇佢嘅南商金融創新中心，哇！同大家觀察下香港睇中醫，竟然要去到呢啲咁嘅高樓大廈睇，犀利喎！真係我預算1000零蚊嘅啫喎，唔超過1000嘅喎，2個人。商場入面竟然有6席啊！哇，勁似嗰啲 K11 風啊！佢要仿下 QR code 先可以上去嘅，救命！話俾大家睇下呢度嘅鋪位，超靚啊！海景單位啊，救命！唔知呢啲租金幾錢？哇，超靚！真係見到海景，真係見到海景嘅玻璃窗，全部都係好方方正正咁樣都 OK 嘅呢啲咁樣嘅，就係呢度啦，菩提堂啦，冇改名，但係換咗地方。Hello 啊！啱啱睇完啦。好熱啊！拍緊片啊？係啊！哇！你呢度租金貴唔貴啊？你話啦，你問呢句説話你已經知啦，仲用？好靚喎呢度！荔枝角嘅座標嚟嘅嘛呢度。哇！好靚喎！嗰個原因咧就係心悸啊嘛，心悸咗2年。咁心悸、心跳加速係一個結果，唔係一個原因。如果只係一個結果上做文章去入手嘅話，係成世都解決唔到呢個心跳加速、心悸嘅問題。咁所以咧，心悸嘅背後原因先係我哋嘅診治方向。從脈象提取到嘅訊息就係乜嘢啊？你老公嗰個心臟嘅功能差，因為心臟功能差，身體就會呼喚心臟跳得快啲。跳得快啲嘅時候咧，血液循環先可以運行去全身。咁呢個時候你去度嘅時候，自然就哇跳得好勁咯，係咪？要處理好個心臟嘅功能，個心悸咧先會好快。所以佢真正嘅問題唔係心悸，心悸只係一個表現嘅結果。即係呢個壞習慣導致個心咁。而你之前食嘅西藥喺個結果嗰度咧做文章，嗰個藥係冇辦法去改善心臟嘅功能嘛。所以咧，你唔去改變方法，唔去改變思維，用中醫嘅方法去處理嘅時候咧，你就會好似其他人一樣，成世食藥咪就係咁咯。中醫嘅方法啦，先可以從根本上去根治嘅。試下啦，決定咗就係嘛？佢話好驚好漫長喎。漫長過你食成世藥，你自己你唔識咁諗㗎，啱唔啱先？呢真係唔係試藥三分毒啊！中藥同西藥唔係一樣咁毒㗎嘛？你食緊嘅米都係中藥，你食緊嘅白蘿蔔都係中藥，咁你要唔要食啊？意思咧已經係3年前啦，已經我哋未發現有心腦早搏問題嘅時候，佢已經 check 到佢有心臟問題。但係嗰陣時咧就配咗啲好簡單嘅藥，又冇覆診，所以就冇堅持食落去。咁係咪嗰陣時已經睇得出佢心律不正？你嗰陣時係因為慳錢，冇錢咁肯定慳錢啦。窮人係咁噶嘛，係咪？窮人睇病係咁噶，有啲免費醫療係咪？有冇得報保險啊？我哋呢度買藥，我哋份保險就係包西醫唔包中醫。你話死唔死？咁要幾耐覆診一次啊？1個月之後。好啊，咁就係配藥配1個月。係啊。日日食。係飲食方面，你一定要聽住嗬，戒口係非常之重要嘅。所有嘅凍飲係唔掂得嘅，你唔好去衝破呢個禁忌嗬。OK， 呢個非常之重要啊。第二，所有嘅生果你暫時都唔可以食住，常溫都唔得，最好唔好食。第三，所有嘅沙律都唔可以嘅，因為沙律都係涼噶嘛。而菜可唔可以煮過嘅，梗係可以啦。仲有一樣嘢。一定要記住喎，唔好去運動，劇烈運動，
嚇譬如嗰啲劇烈嘅踩單車、長跑、嚇快跑嗰啲係唔做得㗎嗬。哦，另外嗰啲好勁嘅游水、游泳係唔可以嘅。當然你浸水又可以啦，即係你大鑊啊浸水咁樣游兩下咁樣。哇！你話要游幾圈嗰啲啦，呢個階段我係唔建議。我頭先所講嘅全部都係屬於乜嘢啊？階段性嘅，等你好翻之後咧，咁你就可以適當咁樣做翻你想做嘅嘢，食翻你想食嘅嘢，唔好捱夜，唔好夜瞓，點樣為之嘢啊？唔好超過12點嚇，嚇，唔好超過12點，唔好通宵啊！係啊，佢瞓唔着喎。瞓唔着係由於個心臟問題啊嘛，個心臟慢慢變翻好嘅時候，佢咪可以瞓得着咯。瞓唔着、瞓得唔好咧，都係個結果，唔係原因。咁佢遲起身得唔得咧？即係瞓得多得唔得咧？但係所以千祈唔好通宵達旦啊！所以你呢幾年你自己去留意個新聞係咪？好多嗰啲咩猝死係咪？即係唔係講笑嚇？你真係要我頭先講嘅最少有5點嚇，你都要遵守。大鑊啊！你唔聽我講，你先大鑊。我話俾你聽嚇，點選？我哋有球會噶喎，係啊，要退出球會咁你要打，喎。咁你要打咯，係咪？我去打，咁佢點算啊？你咪1打2咯，你1打2咯。咁如果心跳唔超過100，可唔可以做？輕輕打。現階段唔好討價還價先，要聽話。現階段要聽話，咁我哋嘅周年比賽點算啊？現階段要聽話。我哋周年比賽啊！你可以扮輸，咁依家係咪如果仲食緊西藥咁點算？因為你已經食咗好似起碼都有2年啦嘛，係咪？所以我嘅建議唔好即刻停咗先啦，因為西藥有一個問題就係佢有依賴性，係嘛？所以呢樣嘢係真係好奇怪。呢個都食住西藥先，一邊食中藥，等中藥慢慢可以發揮個作用啦，視乎情況啦，就再去減藥，最後停咗佢。呢個佢有冇同過程嚟嘅，過程係咁樣做㗎。佢有冇同你講過一個問題係我哋每一次去 check 脈搏嘅時候，佢都係異常地低啊，因為食咗藥。所以呢個你知道嘛？佢就係一個雙刃劍，西藥就係一個雙刃劍，強行撳低個心率，但係佢嘅身體係需要個心率加快。所以咧呢樣嘢嘅時候咧，如大家所講嘅就係副作用。個心臟係需要加強，然之後咧血液先會混合。而呢個時候咧，佢要強行再撳低佢，等你表面上覺得嗱，你個心率原本190，而家變140啦，個藥發揮作用有好處啦，但係佢忘記咗，令到個心臟咧更加傷。聽得明嘛？咁聽中醫講啦嚇，聽得明嘛？聽得明係咪？美國去澳洲去邊度都冇都得問題係嘛？依家翻內地更加冇問題啦。但係你帶埋喺個處方身上就 O K 嘅。你覺得幾耐可以醫到啊？一邊食藥一邊觀察，OK？一個月之後半年得唔得啊？我大概就知道你嘅狀況啦。半年得唔得啊？你都喺出邊食咗西藥，食咗幾年都搞唔掂。燒晒啲錢，犀利喎！呢一紮60包啊，係60哇！不過你成樽俾我算啦。嗱，余醫師叫我啊，一定要認到呢一個學士學位。2024年國際驚慌大會，咁得意個名，驚慌大會。見錯，呢個係大學學士，之後呢個係香港大學嘅中醫碩士，之後仲有呢個南京中醫藥博士學位獎牌，營業執照。好啦，而家咧陪老公睇完病啦，咁啊加油堅持啦喎！退出業務，戒咩啊？戒打頭，戒運動，包括嗰啲運動。戒凍飲啊，最緊要。好彩而家冬天啫，如果夏天連生果都唔食得，真係好崩潰。不過阿袁醫師係比較注重生果，因為我其他中醫咧，佢未必話會禁生果嘅，但係袁醫師係一定唔俾你食生果嘅。今日埋單，你講幾多錢？3700，大家覺得貴唔貴呢？係香港價錢係咁嘅咧，只要你信呢一個醫生咧，佢可以醫得好你嘅話咧，咁呢筆錢咧就俾啦，係啦就俾啦。唔好諗咁多啦，3700總好過你去做一個嗰啲微創手術都要成幾萬蚊，1-2萬啦最少啊，喺大陸做，仲要唔包好嘅喎。會復發嘅喎。即係成日睇小紅書咧，睇人哋做嗰個除殘手術咧，真係好焦慮嘅，唔知做唔做好，做又唔知有冇用，仲要使1-2萬蚊。之後香港醫生又唔幫你做，香港醫生係唔俾你做手術嘅喎。香港嘅呢個心臟醫生咧係叫你食藥，食一世藥啦。加油加油加油！宣布退出羽毛圈。啊，陰公羽毛球都冇得打啦，打牌啦。打牌仲快，打牌個心跳仲快。无情的暴雨被落进的他，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